各位聽眾你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我哋呢個 podcast 係喺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朝早推出。我哋嘅節目有3個環節，分別係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同空中花園。而家我哋有健康生活。各位聽眾早晨，而家又係健康生活啦。早晨 Hello， 你好。今日咧我哋講 creation 嘅第二個字母 R 字頭啦。我哋上個禮拜講 C 字頭啦，記唔記得係 C 就係乜嘢？選擇 choice。咁咧第二個咧就係 R 字頭，就係 rest， 就係休息。咁我想問下你哋啦，嗱，我哋休息咧係固然之好啦，但係有啲都會唔好嘅喎，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咁你哋有冇聽過呢個 Stephen Covey 呢個人啊講咧係話呢個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佢其中之一句咧佢又講過話叫 Sharpen Your Sword。Sharpen Your Sword 係咩嚟嘅咧？Peter， 即係話磨你個鋸，磨你個鋸係啦。咩意思咧？點磨？即係話你磨鋸嗰時唔可以切嘢噶嘛，即係你要係放低你做緊嗰樣嘢，你磨鋸咯。咁啊要一定要休息，要 time out， 即係唔可以 constant 做啦，唔可以成日都咁樣做。咁即係翻工做足7日咧就唔掂噶嘛。係啦，有啲人做2個 shift 啊，又做24小時喎，即係冇得停啦，即係冇得去叉電。咁你呢個人就好疲累啦，咁咩病痛都嚟啦。佢橡筋箍掹緊晒先啦，唔會彈翻轉頭噶嘛，所以一定要有啲時間休息先得咯，係咪？係啦，你冇休息亦都會整到你心情好猛整。佢有時休息咧就係，譬如你喺公司做寫字樓做嘢咧，你有時休息咧就係變成去 gym workout 就休息嘅喎。係啊，第二個方法啦，係咪？咁好多人都同我講啊，嗱，叫我休息，其實邊度得閒休息啊？唔使揾食咩？都要做工啊嘛。我屋企人唔係咁有錢，咁你點可以幫助呢啲人呢？咁佢真係一定要休息㗎，唔係休息咧，佢嗰個工作嗰個 efficiency 係差咗，一定會係嘅。咁你如果係短啲時間做嘢，你 concentrate 做得好嘅咧，好過你10個鐘頭做得唔好嘅嘢，即係效果會好啲啦。係咯，咁你所以一定有 time out， 一定有 quiet time， 有啲時間出去吧。做2個鐘頭好攰啦，出去望一望天氣啊，聞下啲花啊，出去行幾分鐘都好過你話做足12個鐘頭唔停咁做法。係啊，有陣時咧，嗱，譬如你做寫字樓工咧，你喺個電腦上面或者喺電話上面講嘢8個小時坐喺度唔休息，或者唔去 take a break， 出去行個圈翻嚟咧，會影響你嗰個背脊啊、坐骨神經啊，都會有影響喎。咁除咗影響你嗰個生產能力之外咧，其實你唔夠休息咧，對你身體新陳代謝咧都有影響嘅。咁如果影響你新陳代謝咧，又會影響你血糖嘅控制啦。所以其實咧就唔止話係你唔休息，你做少咗工亦會影響你嘅身體。咁即係入咗醫院冇做咁咪仲差啦，咁就麻煩。嗱，好似年底咯，今年12月咯，好似講我做工度咧，就開始有個 request 出嚟啦，就話plan for next year。我哋 county 做嘢咧就係 plan for next year， the whole year 你要 submit vacation 嘅，即係1年裏邊咧，你 plan 邊一個月去 vacation 啊，咁你 request time off 啦。咁唔知你哋有冇咁樣做咧？一定有啦，自己供自己請自己假咯。盡量做咯。我 time off 曾經放假時候睇過一本放假嘅雜誌，佢咧提議我哋咧最好咧每年咧大小小咧最好咧就放六個 vacation 嘅。係啊，6個 vacation 啊，即係唔係每一次 vacation， 即係2日3日。就係每次唔一定係話要放1個月啊，幾個禮拜。譬如話你一個 long weekend 啊，都可以有一個 vacation。咁大細最好咧就有6個。呢個係對我哋點講啊？零肢體啊，都係有幫助。咁嗰啲 vacation 係咪要離開屋企嘅 vacation 咧？一係要留喺屋企嗰啲 vacation 最好離開屋企咧，因為如果你唔離開屋企，通常咧你就會喺屋企咪咪摸摸，都係搞翻屋企嘅嘢，都搞到你自己好忙嘅，係咪？都唔會得 relax 啊。其實我覺得咧，一定要有個 plan 啦。咁你變咗你咧有個 incentive， 即係有個慾望啦。咁你知道，哇！我而家好忙，唔緊要，忙唔緊要啊！我2月放假喎，或者我去夏威夷喎，下個月咁啊，即係。有 something looking forward to it， 咁你呢個人嘅心情呢就會好啲嘅，開朗啲或者工作積極啲。係啊，呢個係即係心理戰咯，你明唔明啊？但係如果你一路如果冇到呢個 plan 嘅 vacation 呢，咁咪死做懶做，即係你冇嘢去 looking forward to it。咁其實呢，我哋人體裏邊呢，一日究竟需要幾多個鐘頭瞓覺呢？7至8個鐘頭啦。最 ideal 就8個鐘啦。不過如果唔得嘅話，最少都要6啦，都要6至8個鐘。係啊，但係又唔好多過12個鐘，又太多。會肥嘅係咪啊？係啊，會調翻轉，即係反效果咯。
即係瞓得多咧就會攰嘅喎，瞓得少又會攰嘅，所以你啱啱要啱啱好先得。但係你有冇聽過人哋講話唔夠瞓都會肥嘅喎？聽過。係咯，所以一定要有均衡 balance moderate。OK， 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夠啦，我哋留翻下次再講啦，拜拜。嚟到社會透視嘅時間，我係思熟。咁延遲咗10幾年嘅 Real ID 機場證件新標準咧，終於會喺呢個星期三實施啦。咁回顧翻 TSA 運輸保安局嘅歷史咧，其實都可以睇到佢逐漸咧係制度化。早期嗰啲荒謬新聞咧，又逐漸減少啦。所以制度化咧唔係壞事嚟嘅，因為好多方面咧都係由冇罪變到有罪。起碼喺美國都冇出現過機場保安所引起嘅飛機航班大延誤啦。咁回顧翻 TSA 咁多年，當初係因為2001年恐襲發現機場嘅保安員良莠不齊啦，咁就要改革成為咧就係公務員做，但係咧又唔係執法人員嚟嘅。咁其實 TSA 嗰啲嘅人 TSO 嗰個嘅 officer 咧，又完全唔係執法嗰啲 officer， 咁但係又有制服喎，咁所以初期都好奇怪嘅，唔係執法人員，但係又公務員，個工作都幾辛苦嘅，所以佢啲留到幾多人嘅 retention rate 咧都比其他聯邦公務員低嘅，啲人咪做咁多年就走啦。咁初期 TSA 咧就喺 Pizza Box 嗰度賣招聘廣告就俾人笑啦。咁啊單單淨係講查 ID 同登機證咧都可以出現好多醜聞嘅。試過啲人攞住唔係駕駛執照嘅 ID 咧就俾 TSA 問，喂，你有冇車牌啊？咁但係其實明明 TSA 列出嗰啲 acceptable ID 咧都寫晒嗰啲證件嘅，甚至啊有當年啊 Trusted Traveller Card 都唔認得啊，喂，嗰啲卡反而真係國土安全部嘅卡嚟嘅喎。咁美國56個州級單位，尤其係嗰啲屬地嘅駕駛執照被拒絕，咁就唔出奇啦。但係 District of Columbia 嘅 ID 咧，竟然被認為係南美國家哥倫比亞喎。啊，你係外國人啊嘛，唔該攞個護照出嚟先得啊嚇。咁不過當然最後呢啲 TSO 都會被教訓啦。喂，你上頭直到總統都係住喺 DC 嘅喎，呢個係美國首都，唔係外國嚟㗎。咁有人曾經就用護照過安檢啦，個 TSO 咧就走嚟掀下每一頁睇下有啲乜嘢喎，當正自己移民官咁。又有人試過咧攞住凌晨12點或者1點幾嘅登機證，俾佢拒絕過安檢嘅，你聽日先翻嚟啦。咁到咗近年 TSO 入職嘅訓練就變成咗制度化啦，就唔係淨係喺機場受訓啦，而係個個都要去 TSA Academy 學堂嗰度培訓。咁另外絕大部分嘅機場咧已經唔使再出示登機證啦，而係電子化入電腦查啦，你出示 ID 咧就得㗎啦。咁而且絕大部分嘅 ID 咧都係用機器掃描驗證啊，就減少咗 TSA 濫權睇下你嘅地址喺邊嘅機會啦。咁早年咧亦都發生過啲障礙人士咧過安檢被虐待嘅事件，例如要個坐輪椅嘅起身檢查，要佢行過個金屬探測器嘅輪椅又要 scan， 有時話有啲必要嘅藥品被沒收啊，聾人聽唔到指示又被歧視啊等等。咁後來 TSA 亦都設立咗預約通報機制嚇，嗰啲乘客去到機場之前已經通知定 TSA 主管準備啦，咁呢啲障礙人士就可以順利登機啦。咁 TSA 成立咗20幾年嚟啦，肯定都制定咗唔少嘅標準同埋手冊同埋制度啦。咁仲要輸出去嗰啲用 contractor 外判安檢嗰啲嘅美國機場，仲有加拿大、愛爾蘭同其他地方嗰啲美國 pre-clearance 嘅機場啦。咁總之個制度使到個乘客過咗安檢之後咧，除非你係要辦入境手續嘅啫，你落個飛機咧就唔使再安檢啦。甚至去到加拿大、歐洲或者日本等地轉機咧，直接可以行入候機室，唔使再安檢添。咁好啦，嚟緊後日呢一個大轉變，美國嘅機場會有幾亂呢？ TSA 又可唔可以應變到呢？未來1個禮拜就值得我哋關注啦。
各位聽眾早晨，阿 Tim Jeff 牧師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Megan Tim 早晨，你哋好。各位聽眾早晨，大家好。上一集我哋提到保羅用書信去鼓勵提摩太，話俾佢聽，上帝已經為我哋預備咗充分嘅武器，使到我哋喺同世上嘅惡者作戰嘅時候可以獲得勝利。聖經係我哋嘅武裝倉庫，我哋可以從中裝備自己，應付鬥爭。我哋必須以真理束腰，以公義護胸，手拿住信德嘅盾牌，頭戴救恩嘅頭盔，並用聖靈嘅寶劍，就係上帝嘅道，從罪惡嘅障礙同埋攔阻之中打開一條出路。係啊，保羅知道教會必須要面臨一段大危險嘅時間，佢知道嗰啲負擔住眾教會嘅責任嘅人必須做一番忠心同埋熱切嘅工作，所以佢咁樣寫信俾提摩太咁講，我哋喺上帝面前，並要喺將來審判活人死人嘅基督面前，憑住佢顯現同埋佢國度吩咐你，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嘅忍耐，各樣嘅教訓、責備、警戒同埋勸勉人。保羅向提摩太呢個熱誠忠心嘅人，尚且發出呢啲嚴厲嘅勸告，呢個乃係一個強有力嘅見證，證明福音使者工作嘅重要同埋所負嘅責任。保羅喺上帝嘅審判台前囑咐提摩太，務要傳道，唔可傳人嘅虛談同埋習俗，而且更要隨時準備，一有機會就為上帝做見證，或者喺大庭廣眾之前，或者喺私人嘅場合，或者係路邊傳道，或者係家常嘅會談，或者向朋友，甚至向敵人，不論喺安全嘅時候，或者遇見困難同埋危險嘅時候，遇見侮辱和損失嘅時候，都要為上帝做見證。各位聽眾，其實提摩太嘅身體其實都係虛弱嘅。使徒滿有同情同埋溫柔嘅心，覺得有責任警告佢唔好疏忽喺呢方面嘅責任，因為保羅唯恐提摩太嘅溫柔啦同埋善良嘅性格會使佢規避一項必須嘅工作，就係勸佢務要忠實嘅譴責罪惡，甚至用銳利嘅言語責備嗰啲犯咗嚴重錯誤嘅人。但係保羅提醒提摩太必須以百般嘅忍耐同埋各樣嘅教訓嚟進行呢個事工，佢必須顯示基督嘅忍耐同埋仁愛，用聖經嘅真理說明並加強佢責備嘅話，一面要袒護並譴責罪惡，而同時對於罪人要顯示出憐憫同埋親切，呢啲係一件唔容易做到嘅事。若果我哋自己越熱切地努力追求心靈同埋生活方面嘅聖潔，我哋對於罪惡嘅認識就必定越為敏銳。我哋必須謹防，不可對行錯事嘅人過於嚴厲，同時我哋都必須要小心，唔好疏忽罪惡係非常邪惡嘅本質。我哋需要對於嗰啲犯罪嘅人顯示基督化嘅忍耐同埋愛心，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對佢所犯嘅錯誤過於容忍，使佢哋以為自己唔應該受責，並以自己所受嘅責備為不必要同埋不公正而加以拒絕。傳福音嘅使者往往會因寬容犯錯誤嘅人而默許罪惡，甚至落到參與罪惡嘅地步，咁樣造成極大嘅危害。過咗一段時間，佢哋竟會發展到完全盲目嘅狀態，甚至稱讚上帝所要佢哋責備嘅人。一個人如果唔正常地去寬容咗上帝所譴責嘅人，佢哋屬靈嘅見解就必趨於遲鈍，冇幾耐佢哋就要犯更大嘅罪，就係以嚴厲苛刻嘅手段去對待上帝所悅納嘅人。我哋今日時間又夠啦，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啦，再見。陽光大道嘅 podcast 係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嘅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可以分別喺 AWR 嘅各個管道收聽同 subscribe 訂閱，包括蘋果機嘅 podcast app、iTunes， 仲有 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我哋仲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撳 subscribe 訂閱。我哋仲設有 Facebook 專頁，你
你撳咗 like 即係讚，就可以每個禮拜睇到我哋最新一集節目嘅消息。呢個專頁嘅網址係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好，我哋下次再見。